台湾话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观众朋友，咱这个单元叫做解文说字，毋是叫做说文解字哦。因为这两字我是讲叫做解说，啊，这个解说吼是对等平等的关系。我解说你做参考尔。啊，往往咱社会咧应用这个名词的时阵，有的人拢无真斟酌。啊，国政啊，这个单元就是要将台语至精至美的所在提出来，甲你探讨。像咱看到讲，做时代咧关心家己的囝儿，望讲伊未来毋通比人较矮势，这种的心情，我想到念歌艺术家王玉川老师。王玉川老师，伊人在生的时阵，捌互新北市政府来提报做歌仔传统艺术的保存者。讲起来，对念歌这方面的研究是真深。永早伊捌编迄个更有效的歌调，歌句意思真好。国政啊，捡出来讲互朋友你听看卖。讲一拍，讲父母爱囝哪宝贝，规规寒寒10个月，顺月母亲也咧做，生产也有大问题。这拍咧讲啥？咧讲吼，迄老母咧歹囝，规规寒寒，就将物件放伫咧怀抱内底，就叫做规，甲规咧。啊，都规伫咧腹肚底啊！头尾10个月哦，顺月就是讲时间要到啊。毋过你甲看，现实的社会包含讲，我身躯边的人，现到迄落10个月怀胎要到啊，做工上班食头路，做到9个半月，顺月母亲也咧做，啊生产啊佫有大问题。好啦，咱讲吼，生有过手就加酒芳啦，啊父母安怎疼囝？咱来看讲后壁4句连佫一拍，讲甲父母咧疼囝。甘小野亲，甲囝请，大家伊都惜命命，毋甘互囝哭半声。若捌饲过囝，你听到即个诗句，你真正会体会。甘小野亲，就是讲物件小小，咱甲甘互冷，则较冷了后来饲囝。啊，大家囡仔吼，无分大细汉，做爸仔母的有影拢嘛惜命命，毋甘互囝安尼嚎甲半声啦。啊，尤其吼这囡仔。万不离若小可安尼吼一个、骂一个，搁较无用啊，就抱啊，毋甘互囝涂骹扫。啊，若无得甜是真好，辛苦病痛心就糟，这有影呢。这囡仔吼，伫涂骹咧扫，伫涂骹咧吼，你毋甘，你就紧双手甲抱起来。无得甜就真好啊，啊若得甜辛苦病痛，辛苦病痛安怎样？搁一拍4句连。讲辛苦病痛真重要，时时刻刻就抱条条。父母的苦心永不消，惊寒惊热惊囝枵。毋则讲，即当阵咱用这4首的4句连要来劝朋友，真正着爱有效，真正着爱体会讲父母的苦心对着囝儿的栽培，望囝毋通比人较矮势，望囝甲人有坐徛。